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這個彰化嘛是落大雨，啊，講有民眾坐這個園林客運，看到車頂竟然有滾來的乘客壓雨傘，這是啥物情形呢？原來是客運的車掛咧漏水，才會車外落大雨，車頂落小雨，所以乘客才會不得不壓雨傘坐客運。當着大雨，乘客改坐公車，也毋過車頂有3個乘客咧壓雨傘，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代志？抬頭看，原來是車掛咧漏水，地上外口咧上大雨，車頂也咧落雨沙啊，雨水一直對車掛滴落來，大家只好佇車頂壓雨傘，較袂壓甲澹漉漉。代志就發生佇園林客運，受到鋒面的影響，彰化昨上大雨。想袂到客運的車體頂邊疑似有破損，地上雨水流入的車廂，滴規逝路。坐着漏水的客運，乘客是真無奈，將畫面翕落來鋪起咧網絡頂，遂引發着熱烈的討論。唔少網友攏留言講，這台公車早就已經唔是第一個漏水。沒有保養好啊，是安尼是真係有夠合。經費有限吧。乘客坐車本地是要美好，想袂到上車就愛擱壓雨傘。加燈光早起，客運的業者一台一台檢查，總算找出漏水的原因。原來問題就出佇咧車掛的道上口，因為連接的所在樹齡用上久電器全有浪碰，雨水就順這個碰流入的車廂。做膠條的更換啊，以及加強。本公司在這邊呢，對各位致12萬分的歉意。業者承認錯誤，也出來回釋咧。是講民眾開錢坐車，也閣愛佇車頂壓雨傘，這個離經的現象，也讓民眾有夠難忘。